各位早晨，而家係仙台時間5點鐘。點解咁早起身？因為等陣要坐第一班嘅新幹線去一關市。本身今日去藝鼻溪，但係天氣唔太好，所以就改咗行程，轉去氣仙沼。坐新幹線到一關市之後，仲要轉大船渡線，再坐多個幾鐘先到。點解想去氣仙沼？因為龍樹亮女士嘅《我所看見嘅未來》呢本漫畫，預言咗即將來臨嘅大地震。唔少遊客甚至當地嘅居民都被大地震嘅陰霾所籠罩，都有唔少媒體穿鑿附會吸引流量，所以我就諗，不如喺下一次大地震之前，我哋先去睇一睇上一次大地震帶嚟嘅影響。到咗氣仙沼站之後，仲要再轉巴士，因為受到311大地震嘅影響，氣仙沼線同埋大船渡線嘅沿海路軌被破壞，所以由2012年開始，呢兩條路線嘅一部分就改用 BRT 形式去運行。車程需要20幾分鐘，喺呢段時間，我哋先重溫一下上一次311大地震帶嚟嘅影響。喺2011年3月11日晏晝嘅2點46分，3六涌發生咗黎克特制9級嘅大地震，大地狂怒嘶嚎，房屋激烈搖晃，甚至連東京鐵塔都震到歪咗。而住喺地震帶嘅居民心入邊都知道，咁強烈嘅地震好大機會仲會引發海嘯。就喺地震發生嘅30分鐘之後，海嘯如期而至。位於三陸地區嘅氣仙沼首當其衝，係今次災害受災最嚴重嘅地區之一。禍不單行，地震引發嘅海嘯捲襲咗氣仙沼灣嘅儲油罐，大量污油流入海水之上。大約5點半左右，污油同漂流物開始起火。氣仙沼居民要面對嘅災難唔止係地震，仲有海嘯同埋火災。雖然我喺朝頭早6點40分搭新幹線，但嚟到呢個綠前街上站嗰陣已經係9點8。咁而家仲要行2公里路去到嗰個氣仙沼嘅成泉館。呢度真係超鄉下，勁有我鄉下嘅感覺，仲聞到少少牛屎嘅味道。全部都係農田。其實我覺得呢度啱啱喺綠前街上站，應該係可以整架巴士去到成泉館，咁先可以推到俾多啲人去體會下呢個全城館嘅感受。而家睇到呢個建築物就係氣仙沼嘅全城館，咁佢喺受災之前就係氣仙沼嘅向陽高校，當時主要係教授一啲漁業嘅科目，咁受災之後呢，就直接將呢個位置改造成呢個氣仙沼嘅全城館。就啱啱睇完一場10幾分鐘嘅紀錄片，咁入邊係唔准影相嘅。大約係講呢個氣仙沼受災前嘅樣同埋受災前嘅影片咁樣。咁呢個全城館入邊保留咗好多呢間學校當時受災後專登留喺度俾大家去睇嘅畫面。
大概睇到啲廢墟。咁呢度3樓專登俾大家睇，係因為當時有架車被海嘯捲到上嚟3樓。OK， 呢度已經可以睇到佢嘅殘骸喺呢度。啲反光遮先。OK， 海嘯最高係去到12米，喺氣仙沼呢一度。好震撼。跟住就去4樓，就係當時海嘯捲襲呢間學校嗰陣嚟到嘅最高點。OK， 呢個以前係通訊室。4樓呢度嘅開放區域並唔多，除咗啱啱間通訊室之外，其他地方都係唔入得嘅。咁我哋落返去下邊。中嘅大幸，向陽高校喺3月1號已經舉行咗畢業典禮，所以地震當日並唔係所有師生都喺學校度。加上36地區自古以嚟已經係經常受到海嘯嘅影響，所以當地居民嘅防災意識係比其他地方嘅人更加強。向陽高校嘅師生喺3月11號當日，200幾人全數安全逃脫。但即使係咁，氣仙沼喺311大地震入邊，都仲係有1000多位嘅犧牲者。喺呢度你可以睇到裸露嘅鋼筋、鐵片，猶如紙張一般咁被揉碎。佢哋刻意咁保留呢一切，粗暴而又直觀咁顯示出地震嘅可怕之處。傳承館要傳承嘅唔係傷痛同埋絕望，而係生存嘅知識，等人們可以記住過去，守護未來。世上冇一個地方係絕對嘅好同埋絕對嘅壞。日本建立喺呢個國土之上，雖然經常受到地震同海嘯嘅侵襲，但同時都擁有世間一絕嘅溫泉資源。比較可惜嘅係，當時安排行程嗰陣冇考慮喺呢度住一晚，否則喺度一泊兩食都係個唔錯嘅選擇，同時都可以幫助呢座城市去復興。
啱啱參觀完呢一個氣仙沼嘅傳承館，心情係幾沉重下，有啲似我嗰陣喺廣島睇完嘅和平紀念館咁樣，個個人睇完之後都係沉默不語，若有所思咁。跟住我而家要行返去綠前街上站嗰度，因為我要去搭呢個 BRT 去下一個傳承館。因為呢個氣仙沼區總共有2個傳承館，一個就係呢一個啦，另一個就係喺奇蹟嘅一本松嗰邊，所以要搭去奇蹟嘅一本松。而家到咗奇蹟之一本松站，呢度有個大型嘅傳承館，但係入去參觀前，我要去食飯先。我而家超級肚餓。呢個同時都有個道之站，我喺度買嘢食。影張相先。岩手海嘯紀念館同氣仙沼嘅承傳館好唔同。氣仙沼嘅承傳館係進入廢墟中體驗，而呢個就係喺紀念館入邊展出各種受災嘅物件。館入邊其實並唔大，但佢特別在有好多戶外形式嘅體驗。穿過追悼廣場之後，嚟到呢個瞭望台，眼前呢個溫柔恬靜嘅大海，喺3月11日當日狂怒而起。自江戶時代以嚟種落嘅7萬幾棵防風防潮松樹，被狂怒嘅海潮吞噬。本來延綿2公里嘅叢林被摧毀殆盡，只剩下唯一一棵屹立不倒。佢亦都被命名為奇蹟之一本松，以支撐住受災人們向往復興嘅心靈。而喺一本松隔籬嘅建築物係曾經嘅青年旅館，喺海嘯之下就好似俾小朋友玩壞嘅模型咁樣。返到最基本嘅問題，仲去唔去日本旅行？我自己嘅答案係，只要政府冇發出旅遊警示，我都會繼續去。因為我哋永遠唔知道明天同意外邊樣會嚟先。趁我哋仲可以去旅行，好好地感受旅行途中嘅一切，無論係好嘅係壞嘅，佢哋都係組成你靈魂嘅一部分。